在佛學中，人要捨棄慾望來換取內心平靜，而捨棄本身會在這種修行平靜中自行抵消。對拉康來說，真正的捨棄是等同於慾望，慾望入侵並打亂了我們的生活節奏，慾望的使我們放棄平日的快感和舒適，轉而嚴以律己，艱苦工作，努力追求我們所欲求的對象。正如廖紀敏在一段令人難忘的段落中所說那樣，你有沒有愛過一個人？話不是很可怕嗎？他讓你如此脆弱，他張開了你的胸膛，敞開了你的心，或意味着某人能夠進入你的內心，擾亂着你。你穿上盔甲抵擋，不讓什麼能夠傷害你。那個笨蛋闖入你糟糕的生活，你把自己一部分分給他，即使他沒有要求你付出。忽然某日，他做了蠢事，吻你，對着你微笑，這時你的世界便不再屬於你自己。壞情緊綁着你，他闖進你的內心，吞噬你的內心，由你在黑暗中高泣。如此簡單的一句話，也許我們只是好友，也能變成玻璃碎，刺進你的心。好痛！這不是在想象中，不是在腦袋中，這是靈魂的痛楚，刺進你的心，撕裂你的心。我討厭愛，有個方法能夠治癒這種強烈愛情，那就是婚姻。一個不太粗俗的笑話深刻道出了真正幸福的婚姻。深夜，一對夫婦躺在床上，妻子嘗試入睡，而丈夫正在看書。每隔幾分鐘，丈夫便會伸手向妻子的私處，輕撫她的陰唇。這樣持續了半小時後，妻子按不住怒斥丈夫：我要睡覺了。如果你想做愛就快點來，別這樣把玩我。丈夫回答：抱歉，我不是想挑逗你，我是在看書。每隔幾分鐘就要弄濕手指來翻去新一頁。這個笑話讓我想到了 Pascal， 真正的 Pascalian婚姻公式不是你不愛你的伴侶了，那麼就結婚吧，將你們的愛進入儀式，化作儀式，愛就會自自然然出現。反而是你太愛某人了，那麼就結婚吧，將你們的愛化作儀式，這樣便能用無聊的儀式日常取替過度的激情醫院。因此，婚姻是回歸正常的手段。它讓我們免於墜入愛河的暴力。順便一說，許多激進知識分子不也做了與上述可憐丈夫類似的事嗎？他們害怕面臨實在的政治爭鬥，於是不停輕輕觸撞、沾濕手指，然後繼續閱讀和書寫學術文章，批評實際的鬥士。佛學不也是這樣嗎？他教導我們擺脫心靈的煩擾，相反，精神分析則的使我們完全接受這種煩擾。正如拉康所說，最高的道德法 moral 是欲望之法 desire。